我唔係好明啦，佢本身一副好牌，奧運冠軍，史丹福大學畢業，跟住中大又讀法律系，跟住仲有馬會嘅咁好嘅職位做緊，人靚聲甜，形象又健康。本來10個香港人，我諗有9個半都唔會話即係對佢有反感啦。你諗下，如果你玩緊13張嘅話，前面3條煙，中間傾俘虜，最後仲要同花順嘅話，其實除非你真係好黑仔嘅啫，如果唔係，真係好難會情況180度逆轉，由贏變輸嘅喎。但係佢近排出嚟講嘢話參選立法會議員嗰種幼稚嘅表現啦，的而且確同呢個立法會議員嘅身份好唔吻合咯。我覺得佢有2樣嘢要馬上去處理啦。第一就係下次如果再有機會出嚟，真係要比較成熟穩重少少啦，因為始終立法會議員係鬥緊10幾萬人工1個月，咁你唔可以好似成個細路女咁樣咯。佢而家呢種咁嘅形象，其實做運動員係冇問題㗎，係可以繼續可愛嘅，但係做立法會議員就絕對唔 OK 咯。第二樣嘢，佢宣稱放棄加拿大護照，睇過一啲網上嘅資料啦，放棄加拿大護照唔代表放棄加拿大籍咯。佢未來條路想行得順啲嘅話，最起碼係咪應該完全放棄加拿大國籍，做翻一個真真正正愛港愛祖國嘅一位人士，咁就名正言順入立法會啦。縱使功能組別容許你有外國護照，但始終你唔係呢一行，你要得到廣大市民嘅認同，你係咪應該成熟穩重得嚟，兼且擁有一個真正祖國嘅身份，咁會比較適合呢？對於呢件事你又點睇啊？如果你真係想善意去俾啲意見俾呢位香港女劍神嘅話，你會有咩建議俾佢啊？留言區同我分享下你嘅睇法啦。